What's up？ 这里是张泽我是小狼。最近2个多月呢，我们的纪录片已经正式完结了，感谢大家的喜欢。同时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很高的评价，这还是有一些意外和惊喜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评论区和弹幕里看到了大家有很多疑问，或者说一些比较好奇的点，所以呢，我们收集总结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留言，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下一次接演行动还会不会有？如果有的话，会去哪里？有是肯定会有的。其实要是没有疫情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第二段计划可能早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什么，非洲啊、美洲啊、澳洲啊，以及就是欧洲再往北边北欧那块儿。当然了，这个国内也得再走一圈。国内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路子？相比国外的话，咱们多加入一些探索和游玩的成分，比如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好玩的地方什么的。这绝对可以。哎，对了，就是咱们的奉旨接演，对吧？这是咱们那个。其实咱还准备了一个为下一站，一直也没来及用。这还有一本完全崭新的。对，然后这个纪录片里呈现的那个。对，这是原版。原版，这个是新的。第二个，有很多朋友都关心咱们的收入和支出的情况。我们确实是完成了这个计划。其实我们的花销并不大，说白了就是穷游嘛。我们都是按照最省钱的方案去行动的，所以这样下来每天也就是个几十欧。而且最终在片子里面呈现的那些接演的量，其实是小于我们真正接演的量的。其实不光我们是完成这个任务了，而且，我们最终是钱是有剩余的。年年有余。这个应该是布拉格的吧？捷克的兹罗提 Republica。英镑，这是那个 One Pounds。查理大桥吗？是不是？对对对，全是外币的硬币。所以不光是够了，我们还剩了。对，还剩了。除了钱，我这个人比较有收集癖啊，车票、飞机票、杯垫啊什么的，我都留着纪念。巨石。小猪佩奇。这个是在那个布拉格，好多车票、机票，还有和平鸽的毛。这个不是我们拔的啊，这个是在地上捡的，拿的维也纳的地图。这个是那个威尼斯大姐给我们的，因为在威尼斯什么都要花钱。酿酒狗的那个标，展示一时爽，收集火葬场。关于接演的内容，大家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比如说为什么只打简单的段子？为什么不去表演设备？首先啊，接演和比赛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表演环境和氛围。比赛呢是一个竞技的氛围，观众呢也大多数都是 B-boxer， 当然可以去多呈现一些技巧性的东西。但是接演的受众呢主要是路人，他们可能没怎么听过 B-box， 甚至有可能是第一次听。接演的核心并不是为了呈现给大家你的技术有多强，而是为了让大家愿意停下脚步来欣赏你的表演。其实我们实验过很多次，最终的结论呢就是简单的东西效果更好。那设备呢？我们在柏林的时候试验过 B-box 的设备表演，从头看比较好，因为它有一个铺垫的过程，这个非常重要。接演的时候呢，很多路人可能是从一半开始听的，然后就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就走了，效果也不太好。所以呢，我们后面几个城市的接演就取消掉了设备表演，只 solo。这几个问题有意思了有几个小伙伴在问咱们有没有幕后发生的小故事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可太多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柏林那一站的时候，正好赶上他们德国赛，就顺便给他们当了个评委，所以后来就跟 B2 约着去 Cinjo 工作室玩一玩聚一聚嘛，然后也就有了后来我跟 B2 一块合作拍的那个视频。对，你有没有啥？那我就得爆点黑料了，你做好心理准备。行，身正不怕影子斜。我今天就让你叫爷。看啊，不可能，什么炸鸡啊、薯条啊、汉堡、可乐，不可能吃。吃了咋整？吃了，吃你让我干嘛我干嘛，行吧？我不可能吃。Later。它是披萨的店。包那个流浪汉，你没发现吗？We believe God. Yeah, I believe God too. 张哥，你吃啥呢？鸡翅。这不是炸鸡是吧？走了，撤啊！走了，赶紧走啊！
这是啥呀？炸鸡、薯条、汉堡、可乐、碳酸饮料。我操！哎，渴不渴呀？喝点儿。喝点儿。看着他都抓着你，不要看蹭搁那点。炸鸡还是香啊。薯条呢？薯条也香啊。年少无知啊。那你欠我件事儿，你可得记着啊，大伙儿都能作证。你让我干嘛我干嘛，我不可能吃。说到吃这块儿，就是咱们刚去欧洲的时候，我以为咱们会吃遍西方的美食，主要以西餐为主。结果没想到去了之后有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招待咱们、安排咱们，结果吃遍了整个欧洲的中餐，而且还是以东北菜为主。宇宙的尽头在东北啊！其实我们还拍摄了几乎每一顿饭的照片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问咱们视频后期和拍摄设备的问题，哎，这个得你来回答一下。其实我们带去的设备是非常齐全的，一个微单相机，一个运动相机，一个360全景相机，还有很多手机用的摄像头，当然稳定器啊、三脚架啊、灯啊、录音设备这些全都有，非常齐全。对，就是咱们第一站在巴黎的时候，一开始接演我是用稳定器来拍摄的。对，我记得呢。当时很多路人就以为我们在拍 MV 或者微电影，他们出于好心怕打扰我们，就不会驻足观看表演。出于好意，他们反而走了，相当于专业的设备影响了演出的效果。对，把观众撵走了。所以说我们很快就只能取消了稳定器的拍摄。对，这几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其实在我剪片的时候，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大家会这么的喜欢这里面用到的背景音乐。对，我发现了，就是每一集的评论区和弹幕里都有人在夸 BGM 或者是求歌单。既然这个问题咱聊到这儿了，我会做一个网易云的歌单合集，大家可以去我的网易云主页上去收藏一下。福利来了，对，安排上。其实，在咱们的纪录片里，无论画面呢还是音乐，我还是致敬了很多咱们都比较喜欢的电影的。对对对，有没有印象？太有印象了，被解救的张哥嘛，是不是？对，那集好像反响比较不错，大家特别喜欢那个感觉，播放量啊、点赞都挺高的。阿甘正传是吧？还有那个让子弹飞。有一个小伙伴希望咱们能够在豆瓣电影上发布咱们的纪录片。这儿还有一个小伙伴希望咱们能把纪录片里那些好看的照片公布出来。这没问题，安排吧，安排。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去豆瓣电影搜索 B-box 这个关键词，就能找到我们的纪录片。并且我们会选择优秀的照片发布到这个里面。对，大家可以去下载收藏。那最后，其实我还搜集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小问题啊，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有点慌了，怎么？他说：“泽哥，可以亲自示范一下这个表情吗？”兄弟，我在中国辽宁省营口市某某篮球场和你打过篮球。我还真在这个地方打过球。球友，可以，好吧。这问我为什么剃光头？剃光头，解释一下吧。为啥剃光头？这跟这个接演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原来是长头发，想换个发型，走极端嘛，要么就特别长，要么就秃头。看了这个评论之后，也是长姿势了啊。你看他说，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貌似是玉璧给的图纸啊。记不记得咱们在巴黎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圣母院起火了嘛？对，然后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刺客信条这个游戏公司，它把这个游戏免费开放给大家下载，然后这里面会有一些3D 建模，巴黎圣母院原来完好的时候的样子。也就是说，当时这个损坏了之后，是人家这个游戏公司提供给他们的这个图纸。这 respect， 这游戏大家得支持一下，支持一下。英语咋学的？口语好好。泽神的英语怎么学这么好？大哥，你押韵得多。没有那么夸张啊，就是能正常的、简单的对话，就是能沟通呗。对，就能沟通。语言的功能就是沟通，然后你说你英语一般就只能沟通，我太凡尔赛了。好吧，在巴黎被偷手机也太真实了。
原来这真不是偏见。对呀、我原来没出过国的时候也有一些偏见啊，也觉得国外会比国内好点是吧？后来真正出国之后，我发现其实治安最好的地方就是中国。对，国内才是王道，你知道吧？国内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在欧洲刷街和中国有啥不同？我倒知道一个，啥？经度纬度不同。经度纬度不同，对。我们以后做过之后呢，再去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好。对，要不然就光凭想象了。对，分享一下最好吃的和最好喝的。最好喝的肯定是啤酒。华沙的时候跟 Darny 一块去那家美其乐。最好吃的话，东北菜啊。咱们得把东北菜刨除，我觉得。欺负人是不是？掉了。那就披萨吧，就披萨吧。这个我觉得就是最好吃的了，其他的真赶不上这个好吃。第二天咱们又去了吧？顿顿吃披萨。顿顿吃披萨，有嘎咪。披萨店的名字和地址啊，这个上面有。来个特写，截个图。方九言说看到中国结挂在老外吉他上，太棒了，音乐无国界。对，就我们在这个旅行当中，我们也设计了很多这个文化输出的点，比如说这个通关文牒是咱们那个中国文化嘛，然后我们也带了一些中国结，碰到一些有缘人的时候，然后送给他们。华沙那两个艺术家 Italian Beatbox Family 那些人也教给那些老外说一些中国话，干嘛呢？兄弟，对，兄弟吃了没？这不单是一个接演而已，我们还有一些文化上的交流。OK， 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在我们这个旅行当中帮助和支持过我们的所有人，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纪录片的支持。我们和大家一样，也都特别期待我们的下一次旅行。如果你们有什么好想法的话，也可以随时发给我们。那就先到这里 ，Peace yo。